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南投一个12岁小女童定定过敏杀片，家长就去买迄种喷片剂来互喷。喷几啊年了后，这个小女童的杀片无较好，无弹劲哦，颠倒是愈杀愈严重，只会当用喙来呼吸，尾也是甚至参规喙的喙齿拢皱牙皱了了。为虾米呢？啥物款的状况唔通用这个片喷剂呢？来看咱的报道。你要接进来。片若过敏，十片有真侪人会去买喷鼻孔的药水，安尼会较爽快。因过南投有一个12岁查某囡仔，因为长期过敏，片还阁未通，因老爸老母就买这款药水回喷。唔若镜头无较好，阁害伊皱起。使用鼻喷剂一段时间之后，它不仅没有办法达到解鼻塞的效果，女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造成长期口呼吸。医生发现讲，这个查某囡仔唔是无洗喙滴数皱起，是长期喷这款药水。但是因为里面含有血管收缩素，时间一久，它的血管就常常会因为药性的关系，造成它血管疲乏。医生讲，喷这款药水会伤病鼻孔塌掉的，干会使用喙来喘气。你若长期用喙喘气，会让这个喙内分泌变少，喙内就无法中和喙内面细菌分解细胞的酸性物质。口水本身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，就是它可以中和细菌分解食物产生的一个酸性物质，来达到保护牙齿的作用，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抗菌的成分。这个囡仔已经接受医生的建议，动手术将片先治疗好，才慢慢治伊的皱起。医生提醒讲，有过敏十片镜头，千万唔通伤过依赖喷片药水。使用前，嘛要详细看这个说明书。一天袂使喷超过3摆，袂使连续用超过7天。还有12岁以下囡仔，甲有新的妇人人袂使用，以免像南投这个查某囡仔同款，10片镜头治无好，喙齿刷皱了了。